咱水台文的好朋友大家好吼，今仔日是咱水台文第一出影片。正式开始进前，咱先来看两张相片吼。这第一张，这第二张吼。这两张有啥物要讲的所在呢？这个叫做囡仔，这个是因仔，差一个声母差真济啦吼，差迄个歌吼。咱今仔日要来介绍囡仔再来的写法吼。伫过去的文献内底囡仔即个字就是安尼写吼，囡仔即个字。咱若去查字典吼，像甘字典内底，伊嘛有收即个汉字。若来查台字大词典，当然嘛是真济啦吼。即页伊顶悬下骹还阁有吼，我敢若切中一段来互大家做参考吼。囡仔阁有呢，囡仔即个词吼真趣味，咱伫遮插播一下吼，这是罗马字的写法，伊遮收伫其他腔口吼。事实上，当然吼，大部分的人即马拢写囡仔，毋过咱咧读吼，因为迄音念过悬的吼，等到咱读囡仔较自然吼，你读囡仔，人感觉怪怪，听起来客客吼。即个囡仔吼，伊伫文献内底，事实上真正有人安尼写吼。台字大词典伊家己嘛有收即个词吼，一个是囡，一个是仔吼，囡仔。像蔡培火10项关键内底吼，伊就是安尼写吼，伊拢写囡仔，囡仔吼。当然啦吼，这内容来看吼，有当时你看了你内容吼，迄个观念有诶参咱即摆已经无共款啦。毋过咱今日无要讨论这吼，敢若互大家参考一下囡仔。所以你若伫文献内底看到即个写法吼，毋免感觉奇怪，就是咧讲囡仔。若目睭较内诶朋友吼，可能注意到字内诶汉字诶即个写法吼，参中华民国教育部诶迄个建议诶汉字无共款。你若去网络顶观查吼。伊内底即字吼，伊用女伫内底即字当做囡仔。因吼教育部诶专家吼，因有家己诶理路吼。咱无要伫遮开时间去研究迄，咱伫遮敢若介绍讲，自来咱台语内底诶文献本地就一个真有系统诶写法吼，写做囡仔安尼写。本地迄个囡呢，迄字伫教育部诶版本内底，伊走来写囝。咱来想讲，咱若准讲要甲即个写做咱头拄仔再来写法，囡仔囝诶囝要哪写呢？即咱就留伫后一段，咱有机会再过来参大家分享。以上感谢大家时间，咱后一段水台文，若有机会，阁参大家做伙研究字内汉字一寡写法。